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3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今仔公开说明台美未来合作方向。总统讲，在野党若干那想要进行国疆合作，对台湾来讲是真危险。中国配偶李金秀今仔宣誓就任民众党不分区主立委，依法就爱放弃中国籍。李金秀强调讲，有登去中国办理，也毋过对方无受理。基隆市消防局仁爱分队小队长张仁杰，顶个月拍火不幸殉职，今仔公祭，早起灵车到消防局200外的同事列队烧送。来看第6届台美经济欢迎会盘对话，顶礼拜伫华府举办，这是2020年召开以来台美的主谈人头一届面对面对谈。总统赖清德今仔嘛亲身甲经济部佮外交部做伙公开来说明台美未来合作的战略方向。总统嘛讲到讲，在野党当伫北京在进行国疆交流，嘛无应该袂记起，正做台湾国会上大在野党的责任。面对中国的威胁，未当无买心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甲国防特别条例，干那进行国疆合作对台湾来讲是真危险。总统嘛爱民众来判断讲是甲美国合作行向国际，还是国疆交流对咱台湾还有利。第6届台美经济欢迎谈判对话，顶礼拜伫华府结束。这是2020年召开以来台美头一届实体对谈。总统赖清德车衫带领经济部、外交部，说明双边未来合作战略的方向，伊甲重点放伫供应链安全、关键矿物、甲无人机等等的领域。他希望我们这一套的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的国家去，协助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稀土供应链安全上的一些韧性。外交部要成立一个无人机外交的工作小组，也包括帮助我们的友邦这个部分也是台美合作的一个重点。总统嘛讲到台美发展经济成果，毋过拄好是国疆智库论坛当咧北京进行的时阵，由国民党副主席萧福吟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主持。罗总统这个时阵开记者会，外界解读有竞争的意味。我们并不是这个目的，但刚刚好可以让国人做一个对比。到底我们要继续携手美国、日本、欧洲友盟国家走向世界，还是要再度的锁进中国，去推动所谓的2次西进。强调是互百姓比较，政府甲美国合作行向国际，或者是国民党选择甲中国交流，都一种对台湾较有利。总统嘛，佮甲在野党发声，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无应该持续卡关，不能够不审中央政府总预算，也不能够不审国防特别预算，只进行国共的合作。这对台湾来讲是危险的。台湾必须要有厚实的底蕴，厚实的底气，要有强大的国防安全力量，才有办法对等的去进行跟两岸的交流。有关咱国关系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罗总统讲真紧就会有结果。嘛，会有立法院后续审议的时阵，会当下过党派的立场，依法审查，共同守护谈判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众党不分区内新任的立委，今仔宣誓就职。中国配偶李金秀敢有放弃中国籍，大家拢真关心。内政部是呼吁立法院无符合国籍法，应该得爱改制。民进党是强调讲，这是法治的问题，毋是政治操作。嘛，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爱依法来处理。李金秀今仔是强调讲，又登去中国2届，申请放弃，也毋过拢无法度处理好势。伊嘛强调讲，伊只有中华民国的护照，一定会效忠中华民国。野手宣誓就职，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执行2年条款，后续逮捕6位新任的立委，其中中国配偶身份的李金秀，敢会放弃中国籍，引发讨论。第3国会新会期报道第2天，伊也亲身对外解说：真秀唯一效忠中华民国。我虽然不在台湾出生，但来到台湾落地生根，生儿育女，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出入大陆
一样用的是台胞证才能入境。其实我跑了2个地方，然后特别飞了一趟大陆，到目前为止还是无果。强调家己自出世到今嘛，敢若提过中华民国的护照。原来根据内政部指出，1月30日已经函请李正秀按照国籍法办理放弃国籍的程序，也伫2月初2下晡，甲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申请表送到伊的国会办公室。佮发现若准就执政前无办理放弃外国国籍，都无下国籍法，立法院应该甲伊改制。真正共款是中国配偶，红改制的法联官核电厂的船长郑万华又到立法院声援。为台湾付出这么多，我们的刘世峰刘部长能够讲出这句话，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得人间疾苦。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开始帮对岸跑公文了。这边已经签署的这些是一个就是对岸公安局出入管理局不受理的文件在这里，我会转交给内政部，请他们去放弃看看。中心强调，家己唔是唔放弃，是按照台湾的规范，到中国申请的时一直失败。佮强调，就亲像陆委会主委屈水正所讲的，伫现阶段两块的结果之下，无人会当完成这件代志。部长，你会解职李真秀？这个在没有任何明确的法源依据下面，可以随意的指手画脚，然后就要立法院听内政部的话，我觉得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了。民进党团今天也不会派人出席这个有可能有违法立委的宣誓现场。如果韩国瑜院长要变成犯法的帮凶，那我们只能给予祝福，再次呼吁民众党不要把法治问题包装成政治问题。那也呼吁内政部卖高一平解说法律，那么就是迫害宪政的行为。另也是中心强调，每一个立委办公室都能当参与机密会议，也当讨机密的资料。除了呼吁行政机关注意，立法院内部也应该修法，阻止有相同国籍疑虑的人参与，避免配合中国伫台湾操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造的畅水南海运河已经进行畅水的测试，国防部搁再规划讲，明年开始到民国122年，要用132亿来造一只畅水救难使用的畅水艦。学者是表示讲，这款畅水艦会当来执行水下500公尺的救难任务。也毋过在野党是质疑讲，军方的规划上慢咯，恐惊是无法度来配合海运河的训练甲作战。当务水下作战当前，各造江南海军河继续赶进度，目前完成2摆潜水潜航测试，外界一直等今年敢会当完成交准。国防部最近公布，民国14年度下半年列管军品清单，要建造6型艦艇，兼顾强化江南救难能量，会开132亿打造一只江南救难艦。也毋过建造时间表为明年起到122年，引起在野周期相关规划慢一步。预算一直编，然后原型线都还没做好，那现在又要做另外一个急救舰，对国人来讲情何以堪？那我们怎么审查？我们当然是严格审查。但发生意外的时候要去救难，必须向友盟国家寻求协助，时程上会慢。所以我们在后续建第2艘、第3艘、第4艘潜舰的时候，我们潜舰救难舰的经济规模就有需求。因为江南作战深度会当达到300-400公尺，国军现役救难舰无具备深海救援的能力。学者表示，海军河未来伫训练过程、服役期间，若发生意外，就要靠江南救难舰有建造的必要性。配备包括潜水钟可以就是援助依照公开资料来看，大概500到600公尺等水深的这个潜舰，那就有潜水钟扣住潜舰上面的逃生舱口，那就可以让人员就脱离潜舰。另外，国防部也规划编列134亿，针对两栖船坞运输舰的玉山舰打造后手舰，甲犹大补给舰、潘石舰的后手舰。也有中性造船打造的轻型顺风舰、反潜型、防空型，也在赶工阶段。国军刷个规划，各丢下各国家，预算加总达到2500亿，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国发会今仔开年尾的记者会，预告讲今年的 GDP 应该有4.56%，人均 GDP 有机会突破4万块美金，近期应该是真好。也毋过，国发会嘛指出讲，嘛是爱特别来关心地缘政治甲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影响。
受到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收红带动，最三大股开悬行悬，交权指数开盘31737点，上悬到32293点，起超过600点。宽达股大积电行起哩1800块，早盘上悬拔起到1810块，起45块。若是大股好，国发会年终记者会也讲，2025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超过8%，2026年也可能超过4%。本会的目标在设定在4.52。那这个4.52的完成会有赖于，就是说我们一些政策的一个执行。那这个执行，假如说能够到位的话，那我们这一个本会今年设定的目标在4.56，大概就应该是会达成。那或甚至有渴望更高一点。国发会讲，虽然去年的基期较悬，不过若是国发会所设定的政策拢达到目标，2026年经济成长率也是有可能到4.56%，甚至更较悬。也若人均 GDP 若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超过2%，台湾人均 GDP 就让超过4万美金。国发会设定的目标是42170美金。虽然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看起来是成长，不过国发会讲，今年也是拄到地缘经济风险加中国政经风险。一旦我们投资的 MOU 以及贸易协议送到立法院的话，那立法院可以好好来审议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也希望就是说能够顺利通过。那假如没有通过的话，那对于我们的传产甚至半导体，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谈判所拿到的2个最惠国，还有一个台湾模式，可能会受到蛮大的一个影响。国发会讲，因今年的采购领航未来投资台湾，加布局全世界，希望让台湾的经济稳健成长，而且用培育人才来解决少子化所引起的欠工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检方侦办台资集团的跨国诈骗洗钱案，已经发动8届的搜查，约谈上百个伫台湾的嫌犯。之前查扣的一寡物件，执行署也伫起诉进前来拍卖，有各种的名牌包哦。今仔一卡爱马仕可以赔牌啊84万卖出去。2月底哦，会过来拍卖查扣的劳斯莱斯，阁有真侪台跑车。台资集团创办人但志顶个月伫咧甘宝济被抓，互中国带转去接受审理。不过伊涉及的跨国犯罪，台湾也是伊洗钱的所在之一。北检继续调查，到即马发动8波搜查，约谈超过100人，情节进程先拍卖不法所得。其实算第一次，对，以前没有特别关注，就锁定了巴黎世家吧。在网络上面会稍微去找寻一下，是有预算上限啦，只是说就是不知道说能不能达到那个底价。北检伫初三请执行署署任分署办变价拍卖，一早起就真侪人来参加。大家上注意的是，这个上百万的爱马仕限量酷奇皮铂金包，84万得标，也个被拍卖的克罗心小包。好，72000第一次，20号，73000第一次。变价拍卖的靠害物，也个 Prada、高雅、巴黎世家等精品，也个几多款 Nike 的酒店球鞋。不过案件伫台湾也无人报案，也无起诉，先拍卖敢符合程序。我们绝对不能够让他们因为犯罪还可以坐享这些犯罪的所得来花费甚至来享受因此呢，我们查扣之后要把它拍卖变价。那最后面的结果如果是有罪的，那这些拍卖所取得的价金就会被这个收缴国库。判决结果是无罪的话呢，这些所取得的价金就会全额发还给这个嫌疑人。这边发现拍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北检所扣的不法所得，也有30几台高级车，像互人叫做山度王，计销上亿的布加迪车款、劳斯莱斯幻影，也有迈拉伦这款限量的超级跑车，2月25日会伫咧竞争拍卖。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航空牧场发生禽流感哦，业者佫涉嫌甲病死鸡仔偷载去台，想要来暗砍疫情。警方发动搜查，掠业者佫有地主来问话。业者已经向裁定羁押禁见，地主是以20万交保。台中市航空特务场1月确诊禽流感疫情，业者所涉嫌暗砍消息，除了无依法通报，也佫涉嫌甲大量的死鸡仔抬起来，甚至车去到苗栗后龙等戏上。台中地检署甲警方2月初2搜索特务场甲业者的徛家，而且约谈涉案的人员，认定岸关畜牧场负责人余姓被告及苗栗县后荣镇遭掩埋弃置必死鸡只之土地所有人严姓被告，分别涉犯废弃物清理法及刑法诈欺取财等罪嫌重大，
且有事实足认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为着确保后手侦查甲审判的听书，检方认为有羁押的必要，所以当庭甲姓份的业者，也佫有提供苗栗后龙镇土地，互人代死家仔的姓严的地主2个人，甲抓起来，而且甲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禁见。法官2月初3 2点已经裁定姓份的业者羁押禁见，姓严的地主20万交保，而且限制自机。另外，ထုတ်捕场2个姓陈的甲姓李的员工是3万块交保候团。另云姓被告之涉案员工2人。则分别预支新台币3万元拒保候传。非法甲白死的动物乌白蛋，毋但有可能污染着环境，更较有可能变做是疫情的空芳。台中市长罗秀燕初2开禽流感会议的时阵表示，1月29案场的鸡仔已经全部灭掉，2月初1清甲空空，而且鸡卵差不多375公斤也全部销毁，也完成场内外甲附近的消毒。强调疫情并无拖去到其他的鸡条，也是相关的产业。卫生局目前继续追踪可能流入市面的鸡卵，而且要甲回收。公司新闻朱宏天、吴基昌综合报道。彰化市有一间皮肤科诊所，生意真好哦，佮有限制挂号的名额，所以是真歹挂到号。有风声讲有黄牛收费倒排队，大约1500块，得当来帮民众挂号。诊所是强调讲，因拢无了解。彰化县卫生局嘛表示讲，会去稽查，卖来请诊所改善。诊所还未开门，门口就排甲热热长，等咧领号码牌啊。报废是往前。 8点多啊，排得到吗？是不是他有限名额有，但应该是有排到，所以他才给我单子。天气遮寒，民众伫遐等，就是为着要抢这间诊所的现场挂号的名额。彰化这间皮肤科的诊所，因为病人伤济，所以先甲网络甲电话挂号停掉，改做回诊的病人预约，而且现场挂号才会当看病。因为去年5月开始，又搁讲要依护医疗的品质，平常日每一个时段原底有40个现场挂号的名额，也改做25个。拜六甲固定假日，干那15个，互民众看病搁较困难，所以也出现排队的黄牛。 1500哦，嘿，我1500，无上诶，无上哦。啊，但是你敢会讲开1500个人来替你办？袂啦吼，家己来好啊。因为它有限名额，你没有预约的话，你一定要自己来排啊，你没排不到啊。排队黄牛伫网络求生理，讲只要付钱就当代替排队，计数大约1500块。因那彰化县卫生局也要追查，若准确实有非法求生理的行为，会对黄牛开罚单。 本局如查证属实，将依医疗法第9条规定，利用传播媒体或其他方法宣传医疗业务，以达招来患者医疗为目的之行为，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以下罚锾。诊所表示，代替排队是民众之间私下行为，因是唔知影。卫生局表示，除了会派人查，也甲诊所沟通，调整看诊的时间甲名额，避免这款状况又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高雄有一对60多岁翁仔某伫南马溪行人专用区底散步，随后环保局一个清洁队的员工骑电动车去弄到，这对翁仔某要求报案，对方摔起骹动手，有一个大学生甲女朋友经过去阻挡。市政府是表示讲，这个清洁队员已经送科技会来处理，嘛交予司法去调查。这个大学生落尾嘛，互这个清洁队员提告。市政府嘛表示讲，因会来协助这个大学生。见义勇为，成功阻止暴力行为，恭请市长颁奖。为市长陈其迈手头接过感谢状，今年21岁生间的大学生，顶个月底骑车经过南马溪惠民街道，看到路边有一个查甫人拳头抱地咧，对一对老翁仔某一直争，其中70岁姓林的一伙人互拍甲规面全毁，两翁仔某一直发救人，大学生看办事唔对，赶紧走起来阻挡，甲人先压伫咧涂骹等警察来。过程中，大学生也个姓马的查甫人前几落下来接受市长表扬的时，面有带伤。这个大学生讲，伊无后悔救人，一切交予司法去认定。让他不要动而已，对，尽量不要让他伤到我而已。所以，对，要告我是他的权益啊，会不会成功就看这个台湾的法律。那像我后续也有教导小孩，就是后续如果像遇到这种事情，可以有更完善、更周全的方式。
对爸仔囝的互动，会当看到爸爸的骄傲甲毋甘。市长陈其迈也肯定这个大学生的善良甲勇敢。啊，那拍人姓马的查甫人，经过调查是高雄市环保局的清洁队员，已经做20档。迄天骑电动车骑到这对老翁仔某发生冲突。市长讲，虽讲是下班时间发生的代志，不过环保局第一时间已经先甲人停职上考核会查办。姓干的大学生也对姓马的清洁队员提出伤害告诉，市长也协助厘清。见利用为相关的这个收集到的这个证据，也移送给这个检方来进行这个厘清。目前3方面互相提起伤害，不如个互人拍的老翁仔某，儿子送已经70岁，欧巴送64岁。面对身材悬大姓马的查甫人，根本无在调反抗。加在有一名大学生出手来救人，那么这2个坐伙人都唔那是轻伤尔尔。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桃园南门市场进前大火烧掉，即马临时市场已经起好了。也毋过哦，附近南昌西这个下搭是抗议讲无保留因的单位。经济发展局表示讲，临时市场是以本地公有市场的打商为主哦，有增加19个单位，会予其他的贩仔用抽口的方式来争取。桃园市南门市场去年11月份发生大火，公有市场内底灾情严重，南昌西街、文化街等等几个所在外围的摊嘛受损，这个贩仔无法度做生意2个多月。在后中间虽然已经完工，不过却是传出南昌西街的贩仔因抗议因的单位无予保留，政府无咧要伊因的生活。即马是无单，生活拢毋知要哪来，即马过年搁到你当骗，讲咧骗公共的原理，搁互恁卖，阮才13、14单尔，拢无位我即马生活足困难，毋知要安怎。这一次的分配对你们来说最不公平的地方在哪里？对于这个重建位置分配的不公和老摊商被强制驱逐的情形呢，原址经营了数十年，最后老摊商都没有优先的安置方案。南昌西街贩仔指控讲，因的权益去互牺牲，嘛讲市府考虑外围贩仔安置的需求，新增加19个临时的单位，遐是因原地摆档的所在。不过，就要甲92个人公开抽口仔，嘛批评抽口仔无公平，有真侪人拢是人头尔，地主这原地贩仔根本就无把人抽到。就92摊来抽这19摊哦。有关摊商咨询，就是说有人冒名顶替的部分，我们未来会严格的查摊，看一定是本人来营业，如果没有的话，会依规定来处理。桃园市检法局回应讲，南昌西街的摊仔伫遮已经摆档真久啊。不过实际上是长久以来占用车路违法来营业，在后嘛整理出19个单位开放抽口仔，未来会严格检查，若毋是申请人的营业，会要求限期改善；若违反，会要求退出，袂使伫遐摆档。记者综合报道。基隆仁爱分队41岁小队长詹连杰1月2日因为拍火殉职，今仔公祭。内政部长刘世芳、消防署长肖焕忠来主祭。伊领的车队伫早起11点20分嘛驶到仁爱分队。消防队的同事是列队来小送，嘛化工任务结束了，来送小队长詹连杰最后一程。公祭是伫基隆市立殡仪馆下晡点半开始，来复活期保养、颁授追敬。内政部长刘世芳佮消防署长肖焕忠来主祭，未来嘛会来抗力用历史。再来看新北市土城一间邻家厝，伫透早4点外，可能是一氧化碳加速中毒，厝内有7个人送病院，加在是拢无性命危险。消防队嘛认为讲有可能是热水器装伫后阳台通风无好造成的。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我们发现是有2名的民众他的确是主诉是头晕，然后身体不舒服的状况。那后来我们在现场也有量测这个西欧的数值，那发现有西欧的成分在这个空气里面，那也把剩下在家中还有5位的这个民众呢，也陆续的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救治。透早4点外，消防局接到报案，新北市土城区的延和路有人出现亲像加速中毒，有7个人有状况。伫同一个地点伫2月初2的下晡，有一个11岁的查某囡仔身体无爽快，送病院急救，也毋过落尾是救无回来。这2件代志敢有关系？警消是搁在调查。再来看为着民众的交通安全交通部拍算汽车的吉利纸偷光率要设统一的标准，望讲减少因为上乌看袂清楚造成的交通事故。
今年的2月28领牌的新车就拢爱符合规定。路的真侪车拢会搭计小纸，毋过见光率拢无共。为着民众的安全，交通部对去年开始推动汽车计小纸的规划，甲见光率的标准统一，互驾驶驶车的时会当看较清楚。交通部表示，对28开始，头一届申请领牌的新车就会开始管理。一般的车辆就是前挡透光率这个隔热纸要求70%，前侧窗要求40%。针对计程车跟幼童专用车的部分，基本上前挡要求70%，这个后面前侧窗、后侧窗还有后挡基本上都要求透光率40%。交通部希望透过这项政策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消基会认为这项政策真好，不过若是实施一阵仔了后，发现效果有限，建议也会当考虑对旧车来做调整。因为只从新车来做实施，那万一改善道路安全的成效是比较有限的，我们说不定也可以考虑日后要不要订定落日条款的缓冲期，把旧车也可以把它纳管。交通部嘛提醒车主，若有搭计小纸的需求，爱选有下规定的，唔通乌白搭。若违规，互人抓到是会开单，甚至吊销也是吊扣牌照。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总统赖清德去年宣布讲，要重新来启动公地放领的政策，并且大约是2000公顷，预估是有4000个农民受惠。伫宜兰的大南澳有一个示范点哦，今仔就有头一批人去领土地所有权证，有地主是讲因等3代咯，这算是万来的土地正义。等这场土地权证当3代人，县老地主欢喜心情藏袂牢。去年重启公地放领政策，全国放领面积大约2000公顷，有4000多户农民受益。以宜兰大南澳大土地为示范点，头一批青年人初三伫劳动地政事务所领土地权证。因为从日据时代一直争取到的阿公阿爸，一直到我们的。阿公阿爸都不在。阮是阮公公的手，到即马来开垦的呢。啊，这摕到阮很高兴。大南澳地区大土地是日本时期由台湾特许都市发社招聘民众缴纳入股金开垦河川铺覆地，开始会当建造2年了后，国民政府来台，捌伫台北办理所有权公告登记，不过大南澳农民根本就唔知影，最后土地互国家收登记，当地农民认为受到无公平的待遇，争取真侪年。政府呢不是宪法第15条所保障的主体，所以他不应该主张他有这块土地。陈金德表示，针对类似案件，宪法法庭捌释宪，因为政府不是宪法第15条保障的主体，无应该主张土地所有权，这是迟来正义。伊也讲推动政策真正真困难，因为法规改革牵涉内政部、财政部等部会，因拢有各自的看法，阻力真大。经过1年半协商，才有即卖成果。上在13号到16号，周2到周5就直接办一站式的服务。这项公地放领的宜兰县政府表示，为了简化行政程序，伫朝阳社区活动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保证大南澳已经受理259笔土地申请，其中240笔土地已经完成审理。内政部表示，大南澳试办成功了后，会伫其他县市陆续推动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宾州有一只真出名的番薯，叫做飞蛾。伊伫初二是预告讲，大概要等6礼拜寒冷才会结束，春天才会来。也毋过最近因为非常的低温，美国的海岸防卫队是表示讲，有一只渔船伫华州附近的海域沉船，造成7人不幸过往。另外，伫美国的纽约市有10外人嘛不幸寒死。美国的春天当时才会到，宾州西部城镇彭格斯塔维尼有名的番薯菲尔对土坑探头出来，看到家己的影，和芭比寒天的预言。That there is a shadow here on my ground. 6 more weeks of winter abound. 每年2月初2是番薯日，上早源自欧洲，由住伫宾州的德国移民传入美国，而且因为1993年电影今仔日暂时停止，将名声请起来。
吸引真侪民众来到这。不过严寒低温嘛带来不幸的消息。美国海岸防卫队初二发现，伫满洲北岸外海失联的渔船莉莉丁号已经伫历史悠久的渔港附近海域沉去，船顶7个人全部罹难，其中一个是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的渔业观察员。总署渔业部门表示，因为这个沉船的事件以及东北部的天气，这几天会暂停派遣观察员出任务。But we are a tight-knit community with the nation's oldest seaport at 400 years. We've experienced tragedies at sea before, but we're a resilient and strong community. 当局是第30接到这只渔船沉去迄阵启动装置，发出警报了后，展开搜救。这只船并无发出求救的信号。入夜了后，搜救的任务因为低温甲风暴，就变甲更较困难啊！因已经针对这个不幸的事件展开调查。过去捌有节目载报当地掠渔业的故事，船员伫个险恶的天气下，连续做几啊点钟的工课，一抓出海就要到10天。主要掠鳝鱼、龙虾甲比目鱼。另外，伫纽约嘛有人不幸关死伫个外口。As of this morning, 16 of our fellow New Yorkers have passed away outside during this brutal stretch of cold. In 13 of these cases, preliminar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ypothermia played a role, and 3 of these deaths appear to be overdose deaths. 当局表示，纽约嘛已经连续11天天气拢伫个0度以下，而且接下来还有可能创新低温历史上长的天数的记录。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为着要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日本政府初二宣布讲，已经成功伫那边的南礁岛附近6000公尺的深海挖到有稀土的烂土，这稀土的量应该是全球第3多。另外，美国的川普政府嘛宣布讲，要来启动储备关键矿产的金库计划。日本政府初二宣布，日本海洋开发机构的科研船第9号已经伫南鸟岛四边大约6000公尺深的深海海床，成功挖到有稀土的土埋。研究团队推估，当地至少有1600万吨的稀土，规模的排名是全球第3。日本政府计划上近2017年2月大规模来挖，对脱离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真有意义。2010年の尖閣諸島問題の時の中国による供給停止事態が今回また起ころうとしております。そのために政府としてはしっかりと米国、オーストラリア、ヨーロッパとともにですね、連携しながら調達源の多様化、特定国に過度に依存しないような形の調達を考えている次第でございます。南鸟岛伫日本上东边，虽然行政区是东京都小离关川，但是距离东京都心大约1950公里，岛上无居民，不过有防卫省甲国土交通省的人员派驻遐。2011年，东京大学的研究团队伫南鸟岛附近海底发现稀土的资源，按算大约有1600万吨。第9号今年1月17到南鸟岛的矿区，第一批稀土沉积物已经伫2月初1回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伫声明当中表示，这是日本国産稀土産業化的第一步。その間、海に日本がですね、いわゆる重機土類など重要なレアアースも南豊島で産出できるんであれば、それは日本はそれを世界に他の国にも輸出していくこともできるので。那日本、美国政府也伫初二宣布启动欠关键矿产的金库计划。Just as we have long had a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and a stockpile of critical minerals for national defense, we're now creating this reserve for American industry, so we don't have any problems. 这项计划资金有120亿美金，包含20亿美金的私人资本，加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金，用来欠汽车业者、科技产业甲其他制造业所需要的关键矿产。美国进出口银行表示，已经伫初二核准这项贷款。无签名的北京官员证实，这笔资金会用来确保关键矿产的供应，并且甲因签起来。主要就是要一步一步甲中国伫关键矿产方面的影响力写互家。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来看高雄美浓农地偷挖沙石案，高头地检署侦查终结，农地荒非法赚14万吨的本色，是违法赚2亿外。已经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定罪来起诉前议员特别助理赵立军等12个人，求处地主适当的有期徒刑。赵立军是被求处2档。检方指出，讲2017年的10月开始，地主就只会偷挖沙石啊，嘛用本色来囤。地主事先取得资讯，嘛伫美浓买真侪农地，互营建业来遐倒本色收费，不法所得2亿外。检
检方为着要避免石雷军甲强犯联络串证，嘛建请法院来羁押禁见。加塞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是袂当来当作肥料。也毋过伫台东有民众检举讲有货车载加塞，台东县的环保局甲警方去稽查，发现讲是对家己载来加塞这上济是罚30万。台东县青瓜赛联合稽查小组接到人检举，讲伫台东县一个抗地亚停的货车顶有臭味，敢若是瓜赛肥。稽查人员伫塑胶袋内面采样，查到自家己运来2车青瓜赛。旧历立春了后，农民开始冒情，会伫果子园落肥。有农民是使用处理过的栽培，不过也是有一寡农民会用无处理过的青培，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台东县环保局自108年开始，伫关界公路甲警方联合稽查青瓜赛运入来台东的情形，到113年总共查到22件，去年是无查到，不过今年拄开始就查到1件。这样的一个违法的情形是，他没有携带这样的一个清运的一个证明文件，那是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9条的一个规定。环保局讲，若无照规定申请就运青瓜赛入来台东，会罚6万以上30万以下。最近会国家警方伫咧公路联合稽查非法运送青瓜赛的行为，维护环境的卫生。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轮背落厝蒙地边仔的空地，常常拢有民众乌白等粪扫。公所伫去年7月削减时期，半冬来嘛已经开出30多张的款待单。嘛呼吁讲，若互查到，上济是当罚6000块。1月2日下晡2点多，民众骑奥多摆去公共文化部边的空地，直接将2地家用粪扫撇位空地内底，还佫有前一日20暗时7点多，嘛有民众将粪扫摕来遮等。不过，这行为拢已经互电眼翕落来，公所清洁队随开款待单。然后他们就骑着摩托车过去就丢，那过去还有发现就是说，开车的，那开车的话，我们劝导之后都请他们自动载走，所以我想，做废弃物的清理法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民众能够自律。拢是另外因怎车驶咧过，先煞等的啦。好。大部分什么人咧拼？恁了解？无啥知影，因这拢因清洁队尾下来调来看的啊。伦北乡清洁队表示，这个空地较倚落厝公共文化部边啊，平常时较罕得有人甲车经过。不过自去年开始，防弹农业废弃物加厝内底粪扫，经过公所去年7月增加电检了后，半冬就开卖30张款待单，后续会研究开发。会考量，就是说，万一真的是经过1年之后。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劝导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考量，就是说直接来开罚这样。然后如果违反任意弃置的话，就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将采处1200到6000元以下的罚款。云林县环保局表示，接落来年节就要到啊，足侪民众会开始大摒扫，若是有旧家具，也是大型的粪扫要清运，就要先注文登记，呼吁民众用正常的管道清运粪扫，以免违法。公视新闻王伟雄云林报道。全国种红葱头的面积大约是1200公顷哦，台南市就有占8.5%，是全国上济。也毋过去年9月1月雨水就较少，温度阁真悬，所以产量是减少要4成。也毋过因为产量真少，也去年大盘已经买真济咯，所以今年的绩效嘛无介好。北门农会伫7月会来促销，要来教民众红葱头会当安怎来变花样。天气手亲，种红葱头的农民透早就来田里，因为后个月就会使收成做准备。不过去年9月以后，雨是愈落愈少，温度阁足悬的，产量减了4成，而且大盘去年存货较济，还袂卖煞，这期要买意愿是足低，出价买嘛干那一袋斤15到17块左右，甲永年22块比起来，造成红葱头量较少，绩效煞跌落去的现象。盘商他们去年就收很多了，所以他们那个库存还有很多，销不出去。去年价格最差也有大概22块、20块左右。去年雨水因为足少吼，所以讲个产量就减少啦，所以讲农民有哈哈啦，所以讲收成就较无像去年遐好啦，1分地我赚了几千块啊。
红葱仔头的早餐今年继续落落去，卖所在嘛有限，所以北门区农会会伫咧车北举办农业行销活动，推出各种红葱仔头煮食食谱，结合红葱仔头的加工产品，希望伫年节进前，让生意抢滚。把它做成一个即食的，像饼干这样，让人家可以喝茶或者是喝酒的时候做的一个下酒料。一直在媒合很多的加工厂。来行销这个红葱头嘛，那也一直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那到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关于红葱头下去做加工的产品，来让参加的消费者品尝。另外，除了红葱仔头，北门饲沙目鱼的嘛超过1000公顷，希望是大月尾期，目前产地介绍要售一台斤60块，到时嘛会结合红葱仔头行销地方产业，希望会当伫年节进前，甲买沙目鱼的意愿抽悬。记者综合报道。原台迄几天温度真低，伫花莲吉安乡有一个60外公顷的宅仔场，有1/3的宅仔拢冷气，这嘛有可能去影响到吉安米以及稻仔的种植。规个看起若像青的黄仔，其实真侪拢已经黄去，要死要死。农民讲受到元旦连续低温的影响，这受到旱害的黄仔下底的根其实发了真歹，木黄仔机根本就无法度使用。那时候大概都几度？所以就10度，早上10度左右，将近5万箱的秧苗，然后受害差不多占了会1/3了。因为这是吉安乡唯一一个培养黄仔的所在，这个黄仔是台经16号吉安米，是真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初步估计60公顷的面积已经有1/3受损，损失估计有到100多万。就算重新搁种，未来早当稻仔嘛会延前10日左右。它其实还蛮严重的，那这15000盘大概就作废了。好，大概是伤害在60公顷左右。因为我们吉安乡也只有它一家的秧苗厂，其实影响到吉安米的这个出产的话，大概会影响到1/3左右这样。关府农业处表示，会回整灾情提报农业部，替农民争取农业天然灾害现金的救助。不过嘛，提醒农民都要注意，将来还阁有连续低温，都要注意产能的管理，会当用不织布或者是塑胶布遮咧，较袂互农作物口风受到寒害。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有民众伫网络发文讲买外送的海产糜，所看到讲香菇顶头有污点哦，怀疑讲可能是生菇。卫生局有派人去查查，是无发现问题。业者是解释讲，这毋是生菇，这乌乌的应该是破去的蚵仔的腹内。买来的海产糜内底有香菇、蚵仔、虾仔满满的料。嘉义市有民众用外送平台买海产糜。食一半煞发现内底香菇有黑色的点，亲像生菇同款。民众伫网络发文，认为店家无做好管理。业者是解说讲，污点是因为去倒着蚵仔。为了呢工作上的便利性呢，会把所有的海鲜料呢分装成一小包一小包。那为什么民众会有这种误解呢？那是因为呢，蚵仔跟香菇摆在一起，那蚵仔会分泌出汁水来，然后被香菇吸收，香菇就像海绵一样。我觉得那个海鲜类啊，跟这种香菇，不管是干的或湿的，都不应该一起放在一起。我觉得应该是可能，就像店家讲的，可能去倒掉边蚵仔的物件吧。所以我感觉还好啦。嘉义市卫生局知影了后，嘛派人去现场稽查，现场无发现有食品安全的问题。业者指出，香菇拢是当天去市场买，要开店进前才一包一包堆做伙。派员前往稽查，那在香菇的部分是没有发现香菇有异常的问题。我们大概会100至150包左右，然后不够的话我们再减，然后卖完就没有了。业者表示，实在是真歹势，造成人客有无好的感受，会参考人客反映甲建议来改进实在包做伙的方式，希望这款的误会袂搁再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坐稳黄线长的时间有护树团体早起是开记者会，指出讲，民族路顶路段恐惊着爱撤掉300多丛的树仔，所以呼吁市政府应该爱重新来评估。用空翕机看高雄民族路沿路大量的路树已经超过40吨，大概有5公里，是有够水。不过有护树团体烦恼，这条林荫大道可能会因为捷运黄线工程时间防破坏。石泉路的那个站体，它周边会把900公尺的林荫大道全毁。
那我们观察呢，其实过去在做捷运红线的后驿站，它的明挖段才200公尺，交通维持延伸段加起来才200公尺，它只有破坏400公尺。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这支黄线民族路，敢若Y8到Y14天，目前就要甲372丛树仔扑掉，也是刷栽。不过树仔刷栽死亡率真高，恐惊会互这么多年的绿化成果污有去。浅下的工程上面的那个樟树都要留下来，因为目前樟树要移也没有办法活了。 几率很低，还有你以后要种樟树也是很困难。林荫大道唔会当提供过路人假日，嘛是城市重要的绿化景观，唔会当连接无共所在绿地，变作是生态廊道。公民团体希望市府会当参考红线后夜站，也是大顺轻铁时间方案，重新考虑黄线时间的规划。谢文强嘛讲，已经问过专家，会个检讨调整。会影响到植栽的部分，只有我们车站的结构体。 及周边的车站的渐变段的这个部分，希望说在工程的推进的时候，也可以考量到整体环境的重塑再造。谢文局强调，黄线树仔所在是甲道路交通安全、甲施工安全排第一，相关的做法拢有经过专业评估，嘛经有完整的所在计划，会继续用更较完全的绿化甲景观规划，伫人本交通甲环境生态中间做好视听，甲城市环境的价值提升。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新竹县有一间草鱼园，常常拢有牛会走入去果子园内底，造成真严重的损失。报案嘛拢找无牛的主人，果子园的头家是真无奈。草鱼园内面竟然出现几若只牛，而且搁哪行哪食，看起来真爽神。不过果子园的主人心肝内实在真无奈，因为除了讲这牛不是因饲的，而且互牛食过草鱼叶啊，那致使草鱼袂当顺利生长，嘛造成农民真大的损失。你完全没有叶片，你就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这件事情。你要转化储存糖分，你要开花结果，其实都需要叶片。这样吃完这样子，又要2个月之后，可能才叶子还会长回来。对，所以这整株其实现在就没有产值了。我菜种上去以后，一段时间他就来采，就才把菜也采进去了。没办法生了。有农民讲，过去特别发生过这款代志，报警察了后，煞无人承认这牛是啥人的，就连附近的菜园嘛受害，而且牛有愈来愈多的趋势。希望他能够牵绳这件事情，或者是做成围篱，就圈养他的牛只，结果完全无为而治啊！就是越养越多头。依照动物保护法的规定，饲主对其所饲养的动物负有管理与照顾的责任，不得放任动物任意行走。后续如经查证，确认饲主有未尽管理职责，本所将依照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予以裁处。果农讲草鱼的季节就得要来啊，不过今年受到牛害影响，恐惊过去一冬又搁做白工，即马只希望牛的主人赶紧出面，好好管理这个牛，唔通互因继续搁四界乌白走，破坏人的农产。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屏东县政府开3亿2万外，重新来打造出货地质公园。2月7日已经开幕了，头一日就请3000外人来参观。也毋过有民众是质疑讲，水火共生的景观用红文土给围起来，这恐惊影响到自然生态。民众排队入场，屏东乡村的出货地质公园7日6日开幕，占地大约2.9公顷，县府投入3亿，用2年外的时间重新打造，甲生态树林、出货地质广场以及水池结合。其中上出名的就是甲树对地下浮出来，点火岛变成地火的奇妙景象。跟我们的国防部、跟我们的垦管处，我们做了一个协调，做了一个建设，那正式的把这边正式的变成一个出火的地质园区，那也保护我们这个生生不息的火在水域里面相互的这辉映。整个出火的地质园区就是一个密林的生态区，还有夜间的观星区，当然还有大家一直都要探究的这个出火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区哦。
因过旅客来出货会当炸爆米香烘来食，后来垦管处就规定，敢若会当观赏。即摆重新开幕，改做水火共生，用暗门涂框起来，甲地火围伫中。毋过有民众质疑讲，用暗门涂会破坏自然生态，甚至若落雨，惊会积水害火花气。相关的一个排水设施以及生物逃生的孔道路径，我们都已经有预留好。也谢谢之前有热心的一个生态民众也提供我们的意见。县府是回应讲，这是为着让民众会使挖进地景做的规划，并无出现积水的情形。县府嘛希望重新开幕了后，未来出货地质公园会当真做南台湾看天星和观察地质的好所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农业部推动粮食产业升级务，辅导农民改进杂粮。去年国内种稻的面积嘛已经减少6000公顷了。即马嘛辅导农民设监测器，用科技来监控土壤温度甲雨量，所以用手机就会当来顺产水。当收成的田林，准备刷落来要种万塘稻仔，也是中华二林的客族田。农民免落田野肥，只要把肥料放入食宝机，由专业的人员来操作，就会当自动野肥。种稻仔的农民免搁一个人拼到要死，加入地方的客族田区，种的过程有科学工具来斗3工。平常时只要透过手机就知影什么时阵爱落肥，什么时阵爱抓药啊、甲压水，甚至若发生病虫害，只要翕相，互专家来诊断就会使。我要专家看，就会知影讲啊，这都什么病，什么病，来安尼看就知啊。让我们整个运作，我们农民现在都是有手机群田，包括手机去看的整个契作里面也超过1500公顷。我们目前有700多个契作农户。真久以来，稻仔只要送交公牛，就会使补价来收购。这个制度，互真侪老农民甘愿种稻仔交互公牛，所以品质甲价效嘛真恶扭起来。即马农业部推动升级的计划，除了鼓励转种别项，嘛辅导建立集团的产区，提高调节市场的韧性。由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来控制，说我今年要契作多少的这一个面积，所以在整个生产的这个产量的部分不会有这种超产或者是不够的这个问题。目前全台湾建立111个集团的产区，面积有超过39000公顷。嘛比前一年增加4000公顷，加做外销的主力。去年外销去澳洲、日本、加拿大、美国、甲斯里兰卡等等的所在，加共拢总有8797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国际科学展览会是亚洲较有影响力的科展哦。今年国内外有32个国家600个老师甲学生，加共是233件作品入选，咱做回来了解。因一日一个穿团队共同话都有上台，也是有国家字样甲特色的实验衫。2026台湾国际科展开幕，有32个国家甲地区的代表上台展现创意。台湾学生压上后尾得到上大的掌声。台湾国际科展是亚洲上有影响力的科展之一。今年国内经过评选进入复审，总共有306个学生，170件作品。参与地球甲环境科学科别的台北和平高中学生讲，因平常时无共班，拢业外时间做伙讨论研究。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校内科展，自己做着以为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已，然后没想到后来越做越大，做到之后不知不觉就来到国际科展了，是一个非常荣幸的殊荣。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罗西亚等31个参展的国家，就有87个学生63件优胜的作品。巴西学生路易斯和团队参与医学甲健康科学的科别。It's very competitive in Brazil, and it's a hug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But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it takes a lot of work, and to be here, and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教育部处长张廖万坚表示，台湾国际科展和台湾的科学教育甲国际小接。今年上大的改变是伫国内加设技术型高中报名的工程学科比组，和技术型高中学生会当以实务性的研究来参加比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旧历12月16日是尾假，来看中华是有少年人哦，因着邀请北中南的道子师傅，用因的手路菜来办尾假，大家是拢食甲真欢喜，咱做回来看卖。
都知西无用咧准备材料，有南部的台南肉米虾，中部的宝岛酥丸，佮有北部酒家菜、龙虾、小胖饺，一出一出拢是传统的板豆菜。中华少年家发起台湾买价活动，互大家有机会亲身感受传统食板豆的热闹。平常时食买的拢餐厅嘛，伫边啊看板豆嘛较少啊。进前咧食板豆拢是食尔。但即摆来有为头看到尾，看伊安怎煮啊，安怎准备啊，其实感觉袂歹啦。传统旧历12月16日做买价，拜土地公有敬天谢地意思，落尾演变成头家请新郎。不过因为社会形态改变，传统民间办道的买价即马较少看到。中华民间团体邀请来自北中南的道子西办道，用手路菜招待大家，互民众认捌台湾的饮食文化。肉米虾就是咱的酒家菜，食起来酸酸甜甜啊。咧说是较早老人的点心啦，内底上主要就是猪油尔。大家做买价就是全部我讲的唱歌跳舞啊，吼啊抽奖安尼。其实唔知影有啥物有一个感恩这片土地，这节气，这个时节，其实咱应该爱知影咱过生活，这是一种作为台湾人就要有这个生活品味。主办单位表示，各地头食买价有无共的咧，亲像伫南部会甲丸仔放上尾一路，代表圆满；北部会做好家己，嘛就是挂包，代表带财。因希望透过活动，互少年辈会当了解食买价传统，熟悉台湾各地头的饮食文化甲人情味。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华东地区上低10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